好啦，戲肉嘅之中嘅戲肉嚟啦嚇！公開組200米直道競速嘅決賽，1航道海口龍舟隊，2航道東莞跟入尾，3航道新基比龍，4航道山地高龍舟隊，5航道香港聯誼龍舟隊，5戰齊8。而家嚟到60米嘅起航階段咧，難分難解嚇。好似呢個角度望過去係嚟自香港嘅聯誼龍係大出少少嘅嚇。咁咧呢個時候嚟到紅球區仲有100米嘅距離，睇下白色衫嘅東莞跟入尾，而家係奮力極追嘅嚇。而家衝咗上嚟嘅會唔會形成一個反超？咁咧我哋仲有60米嘅一個距離。航拍嘅角度去睇，5航道嘅香港聯誼龍佢嘅繞啊，佢嘅槳棚係非常之穩嘅嚇，而且咧佢嘅拉水啊非常之深。睇到啦，5航道、4航道，而家呢個角度睇到應該仲係5航道嘅香港聯誼龍，領先少少，香港龍5、4、2、3、1，香港聯誼龍攞到冠軍。